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洋洋，今日嚟到東港城嘅六座，為大家介紹一個實用面積466尺嘅兩房單位。事不宜遲，睇下個單位先。大門玄關，廚房，客飯廳左右分明。客廳窗外景觀城市樓景。飯廳、走廊、浴室明廁有窗、睡房。睡房窗外景觀城市樓景。另一間睡房。睡房窗外景觀城市樓景。單位就睇完啦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聯絡我，下次見，拜拜。